马拉基书第1章，下面是上主交代马拉基对以色列子民宣告的信息。上主听以色列，上主甲伊的子民讲：我一直拢有在听恁，毋过恁讲，你安怎表现你有在听阮？上主应讲：以扫减毋是雅各的兄哥，毋过我较听雅各，较无听以扫。我互以扫的山岭荒废，将伊的土地交互旷野的豺狼。以扫的后代以东人若讲，虽然阮受毁坏，毋过要搁重建起来。迄时上主万军的统帅话回答，出在因起造，我会甲因拆毁，直到人叫因做邪恶的国家，还是互上主永远受气的人民。以色列人一定会亲目看见，因为讲上主伫以色列境外嘛受尊崇。谴责祭司的腐败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甲恁遮的祭司讲：今日尊重老爸，仆人敬畏主人。既然我是老爸，我应该有的尊重伫倒位？既然我是主人，我应该有的敬畏伫倒位？恁藐视我的名，竟然敢问，阮捌安怎甲你藐视？恁将无清气的食物献伫我的祭坛顶，竟然阁敢问，阮捌安怎拍拉三祭坛？恁甚至想讲上主的祭坛通藐视？恁献失明的精生做祭物，安尼检得，将骹歹的还是有病的献互上帝？安尼检得，恁摕即款礼物献互恁的省长，伊减会介意，还是欢喜接纳？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讲的。但恁遮的祭司去对上主求情，求伊宽容咱。恁摕迄款祭物献互伊，伊减会欢喜接纳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我偌尔爱恁中间有人会甲圣殿的门关起来，即便恁伫我的祭坛白白起火，我无介意恁，嘛无爱接纳恁献的祭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：全世界对日出的所在到日落的所在，我的名伫万国中受敬重。伫逐所在有人对我烧香，献洁净的祭物，因为我的名伫万国中受敬重。毋过恁亵渎我的名，恁想讲主的道受污染，道顶的食物无清气。恁讲遮个有够啰嗦废气，恁竟然甲我看轻侮辱。这是上主万军的统帅讲的。恁摕抢来的、骹歹的，还是有病的精生做礼物献互我，我减会接纳恁即款祭物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问：若有人下愿要将羊群中的羊犅献互我，颠倒用有缺陷的来献，欺骗我，伊应该受咒诅，因为我是大君王。我的名伫万国中受敬畏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。